今日我哋以安息日和上帝的誡命為主題，一齊查考上帝嘅話語，一齊睇啟示錄12章。啟示錄12章7節。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也同他的使者去爭戰，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使徒約翰喺睇啟示嘅過程入面，目睹天上企喺上帝嗰一邊嘅人，同企喺撒旦嗰一邊嘅人之間發生大爭戰。喺啟示錄12章7至9節，撒旦嗰邊嘅人被描述為龍嘅使者。大龍，佢嘅真面目係乜嘢？就是那古蛇，佢就係喺伊甸園裏面引誘夏娃嘅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繼續睇啟示錄12章13節。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婦人。啟示錄12章描述咗龍從天上被摔到地上嘅場面。繼續睇17節。龍向婦人發怒，去與他其餘的兒女爭戰。企喺上帝嗰一邊對抗撒旦嘅人，有一個非常重要嘅特徵，佢哋遵守乜嘢？這兒女就是那守上帝誡命、為耶穌作見證的。那時，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當我哋透過使徒約翰嘅啟示睇呢個場面嘅時候，就可以發現，遵守上帝誡命嘅人同遵守上帝誡命嘅人之間嘅大對立，就係區分企喺上帝嗰一邊嘅人同企喺撒旦嗰一邊嘅人嘅標準。聖經記錄企喺上帝嗰一邊嘅人係遵守上帝嘅誡命嘅人，相反，企喺對立面嘅撒旦勢力嘅人被描述為迷惑普天下、敵對上帝旨意嘅人。所以，當我哋睇啟示錄12章17節，龍去與他其餘的兒女爭戰，這兒女就是那守上帝誡命、為耶穌作見證的。那時，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呢個話語嘅時候，我哋可以確認上帝嘅百姓一定係持守上帝誡命，係咪？我哋可以透過啟示錄12章確認，呢啲人企喺上帝嗰一邊，處於承受永遠天國為業嘅位置。一齊睇14章，啟示錄14章12節。聖徒的忍耐就在此，他們是守上帝誡命和耶穌真道的。上帝點樣稱呼呢啲遵守上帝誡命嘅人呢？上帝稱呼佢哋做聖徒。根據啟示錄14章4節嘅話語，聖徒係無論羔羊去邊度都跟隨嘅人。而且當我哋睇返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呢個記錄嘅時候，可以知道喺約翰嘅啟示入面出現嘅呢個地上得救嘅人，佢哋直到最後最珍視嘅係乜嘢呢？我哋可以確認，佢哋係非常珍視上帝誡命嘅人。所以啟示錄14章亦記錄，佢哋係守上帝誡命同耶穌真道嘅。
除此之外，啟示錄12章話俾我哋知，喺呢個世界上，除咗遵守上帝誡命嘅百姓之外，冇其他人可以對抗撒旦嘅勢力。佢哋要去嘅地方係邊度？就係永遠嘅天國。聽新聞報道講，今年係170年以嚟最熱嘅一年。大家想唔想生活喺呢個越嚟越熱嘅世界裏面呢？講到地獄，聖經形容係燒住硫磺嘅火湖，同埋記錄佢哋會喺嗰度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短暫嘅痛苦都咁可怕，如果係直到永永遠遠，嗰個痛苦會有幾咁大呢？我哋可以透過聖經嘅教導確認呢一點。但係值得慶幸嘅係，上帝話俾我哋知，遵守上帝誡命嘅人唔屬於撒旦嘅陣營。佢哋係撒旦嘅敵人，絕對唔會同撒旦企喺同一陣線。所以聖經稱呼佢哋為聖潔嘅百姓，就係聖徒。聖經記錄呢啲聖徒就係無論羔羊去邊度都跟隨到底嘅人。喺上帝嘅眾多誡命當中，我哋首先嚟查考一下而家所遵守嘅安息日嘅相關內容，一齊再次確認我哋而家行緊嘅呢條路係直通天國嘅正確道路。希望今日成為將榮耀、感謝同讚美歸俾父親母親嘅得福安息日。我哋透過出埃及記20章8節，確認一下上帝嘅誡命入面有關安息日嘅誡命。出埃及記20章8節，當紀念安息日，要點樣？守為聖日。既然上帝命令我哋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咁我哋應該點樣遵守安息日呢？應該視為神聖，同埋珍視呢一日，絕對唔可以將呢日當做平常嘅日子。安息日應該係神聖嘅日子，領受上帝祝福嘅日子，令我哋嘅靈魂得享安息嘅日子，係咪？一齊睇9節，6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華你上帝當守的安息日。聖經記錄第7日係向上帝當守嘅安息日。聖經冇話第1日，而係話第7日係向耶和華你上帝當守嘅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做，因為6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點樣？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呢個係上帝頒布10誡嘅場面。喺頒布10誡命入面嘅第4條誡命嗰陣，上帝吩咐將安息日守為聖日。一齊通過出埃及記31章，再次確認呢一點。出埃及記31章13節，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務要守乜嘢？我的安息日。上帝嘅安息日係第幾日呢？上帝明確指出係第7日。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因為這是你我之間世世代代的乜嘢證據？安息日係你哋係我嘅百姓，我係你哋嘅上帝嘅證據，使你們知道我耶和華是叫你們成為聖的。所以你們要守安息日，以為聖日。凡干犯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喺舊約入面，
上帝嘅誡命甚至涉及到肉身死亡嘅規例。凡在這日做工的，必從民中剪除。15節，6日要做工，但第7日是安息聖日，是向耶和華守為聖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為永遠的約。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遠的證據，因為6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第7日便安息舒暢。上帝喺出埃及記31章入面，亦咁樣強調安息日嘅重要性，係咪？一齊睇以西結書20章。以西結書20章11節，將我的律例賜給他們，將我的典章指示他們，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又將我的安息日賜給他們，好在我與他們中間為證據，使他們知道我耶和華是叫他們成為聖的。喺出埃及記31章同以西結書20章入面，上帝不斷重複同樣嘅話語。13節，以色列家卻在曠野背逆我，佢哋點樣做？不順從我的律例，厭棄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說，要在曠野將我的憤怒傾在他們身上。上帝會點做呢？話會拯救佢哋，滅絕他們。藐視上帝嘅律例、典章同法度，唔遵守安息日嘅結果，就係喺曠野遭受滅亡。14節，我卻為我名的緣故，沒有這樣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領他們出埃及的列國人眼前被褻瀆。並且我在曠野向他們起誓，必不領他們進入我所賜給他們流奶與蜜之地，那地在萬國中是有榮耀的。上帝咁樣講，係因為他們厭棄我的。佢哋厭棄乜嘢？厭棄上帝嘅典章，不順從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們的心隨從自己的偶像。呢個場面好清楚顯明，上帝絕對唔會引導呢種人進入迦南嘅旨意。繼續睇19節，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你們要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上帝一再重複，要順從我嘅律例，謹守遵行我嘅典章。睇20節，且以我的安息日點樣為聖？這日在我與你們中間為證據，使你們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上帝反覆強調，嗰啲藐視我嘅律例、唔遵守我嘅典章、唔遵守安息日嘅人，絕對冇辦法進入我所應許嘅迦南。各位，所謂曠野生活，就係我哋而家行緊嘅信心嘅曠野路，係咪？上帝透過作為影子嘅以色列百姓所走過嘅路，早就已經曉諭我哋喺而家呢個時代，邊啲人可以去天國，邊啲人會被排除喺救恩嘅行列之外。繼續睇21節，只是他們的兒女背逆我，不順從我的律例，也不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干犯我的乜嘢？安息日。我就說，要將我的憤怒傾在他們身上，在曠野向他們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上帝從來都唔喜悅嗰啲唔遵守安息日，亦唔遵守上帝嘅律例同典章嘅人。呢啲人究竟企喺邊個嗰一邊呢？上帝透過使徒約翰嘅啟示，同以西結先知嘅教導，同埋摩西記錄嘅出埃及嘅歷史，充分提醒同話俾我哋知，佢哋原來就係敵對遵守上帝誡命嘅人，企喺撒旦嗰一邊嘅人。喺而家呢個時代，上帝已經透過啟示錄12章嘅場面，將企喺上帝嗰邊得蒙救恩嘅人，同係企喺上帝嗰邊嘅人，清楚分別出嚟。一邊係遵守上帝誡命嘅人，另一邊係同佢哋對立，企喺撒旦嗰邊嘅人。既然係咁，我哋今日遵守嘅安息日喺度證明緊，我哋都係蒙受上帝祝福，可以去永遠天國，同埋企喺上帝嗰邊嘅上帝百姓，係咪？所以，我哋可以自信咁講自己得到救恩，呢個絕對唔係錯誤嘅講法，更加唔係大話。冇上帝嘅誡命，就絕對冇可能有救恩。上帝透過使徒約翰啟示將來會發生嘅預言嗰陣，記錄咗佢哋係無論羔羊去邊度，都跟隨羔羊嘅人。聖經明確指出，遵守上帝誡命嘅人係無論羔羊去邊度，都跟隨羔羊嘅人。咁樣做嘅人喺而家呢個時代，究竟係屬於邊度？佢哋屬於上帝的教會世界福音宣教協會，佢哋相信基督晏散項，遵循新耶路撒冷天上母親嘅教導，將安息日守為聖日，完全遵行上帝嘅律例、典章、法度，同埋遵守新約3次7個節期。佢哋正正就係我哋錫安嘅子女，係咪？咁嘅話，為咗令將會進入永遠地獄嘅可憐靈魂早日歸回上帝嘅懷抱，我哋一定要引導佢哋行正確嘅道路。佢哋唔知道自己應該為咗咩而活，唔知道點解要喺呢個世界上出生，唔知道將來要去邊度。喺一無所知嘅情況下，過住空虛、茫然嘅生活，我哋有必要話俾佢哋知，我哋要成為拯救佢哋，將佢哋引導到基督晏散項同新耶路撒冷天上母親懷抱嘅人。睇下詩篇119篇。詩篇119篇151節。耶和華，你與我相近，你一切的命令盡都真實。聖經曉諭我哋，呢個係我哋一定要遵守同實行嘅真理。155節，救恩遠離惡人。點解？因為他們不尋求你的律例。佢哋唔知道上帝嘅律例、典章同法度，亦唔願意去了解。所以對於惡人，救恩會點樣？聖經記錄，救恩會遠離佢哋。呢度嘅惡人喺馬太福音7章裏面再次出現。聖經話，唔遵守上帝嘅律例、典章同法度嘅人係惡人。我哋喺天上犯罪被驅逐到呢個地球上，的確係個罪人。簡單嚟講，地球上嘅每個人都可以話係惡人。上帝為咗俾呢啲惡人成為聖潔、成為良善而訂立嘅制度，就係上帝嘅律法，係咪？上帝每日透過律例、約言、典章同法度，令惡人成聖，得到潔淨。
完全赦免佢哋過去一切罪惡，引導佢哋行正路。正因為咁，所有唔遵守上帝律例、典章同法度嘅人都可以話係惡人。為咗拯救我哋，上帝設立咗新約呢個真理制度，仲賜俾我哋今日呢個神聖嘅安息日，係咪？所以我哋一定要留意，絕對唔好忘記，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係上帝神聖嘅誡命。一齊睇但以理書9章。聖經同眾先知曉諭同警告我哋喺唔遵行上帝嘅律例、典章同法度嘅時候，無可避免有好多困難、災殃同詛咒會伴隨而嚟。一齊睇但以理書9章10節。也沒有聽從耶和華我們上帝的話，沒有遵行他這僕人眾先知向我們所陳明的律法。以色列眾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聽從你的話。因此，在你僕人摩西律法上所寫的詛咒和誓言，都傾在我們身上。聖經同眾先知提醒我哋，所有嘅詛咒都係違背上帝嘅律例、典章同法度而造成嘅結果。一齊睇耶利米書11章3節。耶利米書11章3節。對他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說，不聽從這約之話的人會點樣？呢個係邊個嘅話語？上帝親自話，不聽從這約之話的人必受詛咒。換句話講，上帝嘅約言、誡命、律例、法度或者叫典章，其實都係同樣嘅話語。上帝話，不聽從這約之話的人必受詛咒。4節，這約是我將你們列祖從埃及地領出來，脫離鐵爐的那日所吩咐他們的，說你們要聽從我的話，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這樣你們就作我的子民，我也作你們的上帝。但係百姓係咪照樣遵行上帝嘅吩咐呢？繼續睇下，因為佢哋冇遵行而受到上帝刑罰嘅場面。睇9節嘅話語。9節，耶和華對我說，在猶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謀背叛的事。他們轉去效法他們的先祖，不肯聽我的話，犯罪作孽，又隨從別神，侍奉他。以色列家和猶大家背了我與他們列祖所立的約。所以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使災禍臨到他們，是他們不能逃脫的。他們必向我哀求，我卻不聽。那時，猶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們燒香所供奉的神，只是遭難的時候，這些神毫不拯救他們。聖經記錄，無論佢哋點樣向唔同嘅神祈求、禱告，最終會發現嗰啲神冇辦法拯救佢哋。上帝嘅誡命極之重要。上帝教導我哋，凡係唔遵守上帝誡命嘅地方，一定會充滿詛咒同災殃。一齊睇16章。耶利米書16章10節。你將這一切的話指示這百姓，他們問你說，耶和華為什麼說要降這大災禍攻擊我們呢？我們有什麼罪孽呢？我們向耶和華我們的上帝犯了什麼罪呢？
你就對他們說：耶和華說，因為你們列祖離棄我，隨從別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佢哋連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呢一條律法都冇好好遵守，嘴上就話係侍奉上帝，但實際上背後所做嘅都係崇拜巴力嘅祭祀儀式。所以上帝話，因為佢哋離棄我，冇遵守我嘅律法，所以呢個大災殃一定會臨到佢哋身上。上帝吩咐耶利米，如果佢哋問我哋向上帝犯咗咩罪，我哋有乜嘢罪孽呢？就話俾佢哋知，唔遵守上帝嘅律法就係最大嘅罪。呢個唔單止淨係警告耶利米時代嘅以色列百姓，都適用於我哋呢個時代。無論喺邊個時代，呢個警告適用於所有離棄上帝嘅律例、典章同法度嘅人，因為所有人都係喺天上犯罪之後，被驅逐到呢個地上嘅靈魂。上帝再次為我哋打開咗重新返去天國嘅道路，並且話：我會再次成為你哋嘅上帝，亦要再俾你哋成為我百姓嘅機會。上帝為此制定嘅律例、典章同法度，就係安息日、逾越節同新約真理，係咪？所以我哋都要成為完全遵行同持守父親母親賜予嘅新約之路嘅天國子女。耶穌亦曾經通過一個場面，曉諭我哋關於安息日嘅內容。一齊睇馬可福音16章9節。馬可福音16章9節。在7日的第1日清早，耶穌復活了。喺現代中文譯本聖經度睇呢個聖經章節，就可以發現其中冇記錄做7日的第1日，而係記錄做星期天，因為一星期嘅第1日係星期日。過咗邊日係第1日，即星期日呢？星期日係安息日嘅次日。雖然好多人主張，之所以喺星期日禮拜，係因為耶穌喺星期日復活，但係上帝吩咐獻禮拜嘅日子同復活節嘅意義係點樣嘅呢？完全唔同。上帝要喺安息日之後嘅第1日復活，係因為喺摩西時代規定，初實節嘅祭物要喺安息日之後嘅第1日獻上。但到咗新約時代，就有人講呢啲大話，話因為耶穌喺星期日復活，所以星期六嘅禮拜改做星期日。我哋要格外謹慎先得。由3500年前開始，就一直喺星期日遵守初實節，即復活節。自摩西時代以嚟，一直都係咁樣遵守嘅，到咗新約時代，都絕對冇改變過。啱啱我哋睇咗啟示錄12章嘅記錄，話撒旦會點樣對待全世界？話撒旦會迷惑普天下，因為佢哋全部都受到咁樣嘅迷惑，所以遵守上帝誡命嘅子女要謹慎。點解耶穌喺安息日嘅次日復活？因為係按照預言而成就嘅。聖經明確指出，第1日係星期日。上帝話第幾日係安息日？第7日。第1日又點會係同上帝所設立嘅第7日安息日係同一日呢？喺但以理書7章25節入面，上帝預言撒旦會點樣做？必想改變節期和律法。你哋千祈唔好聽佢嘅說話，要始終傾耳聆聽邊個嘅話語？上帝嘅話語。就好似喺伊甸園咁，聽撒旦嘅話語就會食善惡果。但如果一直聽上帝嘅話語，本來可以借住生命果，常常喜樂歡欣，享受幸福。上帝早就已經話俾我哋知呢一切，係咪？無論我哋喺乜嘢立場或者境況，都一定要成為專心留意上帝嘅話語，
跟隨上帝道路嘅子女。我哋周圍仲有好多人以為星期日係敬拜上帝嘅法度，跟隨咗嗰條路。但係我哋大家已經知道真相。既然我哋非常清楚，第一日係星期日，第七日係星期六，安息日，咁我哋就有責任去教導同提醒嗰啲唔知道嘅人。希望大家更加努力，引導眾多靈魂悔改，成為進入永遠天國嘅子女。願將永遠嘅感謝同榮耀都歸俾安息日嘅主Elohim上帝、父親上帝同母親上帝。今日嘅講道到此結束，多謝。